我们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先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消息。台北市长郭文德昨日咧电视节目互人访问时，讲到2024年若是无意外，伊就会选总统，直接点名侯友宜，讲的是国民党上强的人选。下早郭文德参加公开活动，有上新的回应。我刚才算了一下，22次卡梅拉发生什么事？因为你提出要选2024啊。我这样讲，我是怎么讲的？你说没有意外的话会选所以是让你现在的规划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哦，反正就是做好每天该做的事啊，时间到可以就选，那这有什么好问的？但是你这算是说到啊，好，为什么要提2024他可能会选？你不要问我就不会问这回答。这算是塑造一种王科感，未来的母鸡来挽救民众党比较低迷的选情吗？我应该聘你当那个选举策略顾问，奇怪，我想太多了吧？我跟你讲，常常是这样的哦。人家说你只会讲什么，我说拜托，我从来不会去讲什么，是你问我才会答嘛。可是现在也代表说，民众党选情真的很紧张，因为之前问了这么久，你都没有表态，然后突然在选前1个月突然表态，是不是代表说真的选情告急？为什么这是表态？不是，我跟你讲哦，做好每天该做的事情嘛。其实是这样的哦，我发现未来的事情嘛，把现在的工作做好就是最好的准备，真的。这也是我过去几年都是这样讲的，所以何必想东想西的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整个台湾的社会那个流动性越来那种福利底体，那怎么讲？就流动性越来越快，所以何必去？未来的事情不用去想太多啊，但是这样的哦，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，就是最好的准备。是啊，那你目前的选情有到民众党，尤其在政党票部分有到告急的程度吗？需要赶快大家来催票？啊，应该这样讲的，不管有没有告急，还是要努力的，因为这个还是一样嘛，能够多一点席次，就当然是更好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就讲嘛，不管是谁，总是会do our best 的嘛，尽我们的能量去争取最大的席次，本来就是这样啊。那你昨天有提到侯友宜可能会是2024国民党的代表，他说卖小孩，不是的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把这个故事在，有一次侯友宜他来拜访我嘛，吃便当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美国还是要去。他跟我说，哇，我会选总统，你重讲，哇，不是你要不要选总统？我说我们做一个国民，你知道哦，每个人都应该做好准备。这不是说我们要干什么，就是说有一天国家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该做的准备都要做好。我是这样跟他讲，我还跟他介绍说，你一定要去华盛顿啊，我要去纽约，要去波士顿哦，这是一个美国东北角政治中心的一个行程。我还跟他介绍，就这样。我又没有讲什么。那你昨天听起来感觉是，如果他真的代表国民党出征，你是愿意不选来支持他？没有了，这奇怪，你们都这样解读。我跟你讲，我的人生哲学跟你们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说，我们常常是这样，我们都该做的准备都做好啊，然后到时候看天的。我常说哦，因为我老实讲哦，我当这个急重症的医生当很久，所以我要知道说，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准备要做。但对成败不要强求，这常常不是人可以决定，是天决定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不过你讲完之后啊，你在专访上面的时候，你说身体状况允许，你就会选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得常常这样嘛，所以常常是这样的。我每次说2000年前哦，秦始皇也一直幻想自己可以长生不老，有用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人都是血肉之躯嘛，你知道哈，所以不要幻想说我自己不要去幻想未来4年怎样，不要做太多的这种外差，你知道。内插法、外插法，不要做太多外插法。听我，外插的就从现在的点去预测未来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们人都是血肉之躯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最近那个什么，习近平不是取消了任期限制吗？我那时候我们在内部在讨论，我就说啊，这种事情2000年前秦始皇就做过了，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人所以每个人就是做好今天的事，以后的事以后再烦恼啊，时间到了可以就可以，不行就算了嘛，这样。那你会不会担心？自然一点就好。宋楚瑜其实蛮不高兴的，他昨天还说我不想要评论这个人讲的任何事情。这个很好笑。你想想看哦，以他的立场，他来讲不能评论，按照不能评论，你就说他不高兴，奇怪，这是典型的挑拨离间，你知道？他昨天的确。那可是现在会不会担心说，郭董会不会就是呼吁选民把票都投给亲民党？因为昨天刘宥彤说，你这表态参选很像是在顾自己，没有在顾第三势力的未来。这个奇怪，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说，我觉得台湾是很奇怪，你知道？2020还没选，你们就在讨论2024，大家嘛看理智一点，看正常一点。可是不是你先提的吗？你说如果不排除会参选。
这个我奇怪，我看这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呢？因为碧如姐也这样说啊，说你身体状况允许就会参选。但之前在105年的时候接受郑红怡的访问，你那个时候说第一任不要想第二任，第二任的时候不要想选总统，不然会绑手绑脚。对啊，没有错啊。所以我的态度还是这样嘛，反正我们会认真的把台北市长做完嘛，做完以后再开始想这些问题嘛。但是这样，我们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，每天都是很认真的工作，这才是我的信念的。做好现在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准备，不管从第一任到第二任，我态度都是一样。那你这样不等于是自打脸吗？因为你那个时候说不要想，如果你现在还在想。奇怪，是你们每个人说我在想，我不是跟你讲，我的想法就是做好现在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准备了。像侯友宜到底会不会是国土规划怎么看？没有，台湾这个是这样的，台湾需要6都吗？很荒谬的设计嘛，说台湾怎么有6个院辖市的？这个人那个规划也不对嘛，所以这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总会出现上很荒谬的东西。台湾的国土规划怎么做也不会是6都，这个要膝盖想也知道这不正常嘛，所以常常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说，这看起来就很荒谬，总会出现的。所以如果你当选之后，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国土问题嘛？没有，其实国土规划你知道，早在不管是以前的经建会或者现在的国发会都有，很早以前都有规划，绝对不是这种6都的模式。所以这种6都模式典型的就是这种，我也不晓得怎么搞出来的。所以你觉得基隆应该并进台北？那正确的讲法叫首都生活圈的，也不是说一定要在行政上并进来。所以事实上都没有，太大声了。等一下，其实我们也有参考那个，因为我今年去上海的时候，有观察到他们有个长三角办公室，这概念还是要有，就是说，就算行政划分上是各自的，但是还有一个协调的一个统合的一个机制。其实目前整个世界的趋势看起来这样，大概1000万人口的城市是最适当的，它是最有这种竞争力的，大概1000万上下。那我们在台湾的首都生活圈呢，其实应该从基隆一直到杨梅这一带，大概也有1000万。那这个会最符合整个城市的竞争力。那我现在尤喜坤说这个尤喜坤说基隆人才该决定基隆人的事情，所以他有点好像不办。没有啦，这种东西是这样哦，这个不过这样的，首都生活圈的概念是对的。你挡住他的卡梅拉。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新的证件吗？2020没有啦，这个不是20啊。我拍谁想问一下，你先讲完好了，对不起。你说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这哪里是证件？这早就是常识了嘛。那可以讲一下台北市联合医院的那个假账问题，你目前了解的状况？这个是这样的哦，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台湾人口老化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表面上我们总人口没有什么增加，但是人口老化，所以我们整个因为老人还是医疗费用比较高，所以从过去这几年其实到未来几年都一样，台湾的医疗费用会大幅上涨，除非我们的医疗体系有做改变 ，OK。可是啊，政府而且这种选票的考量，他一定不会去增加健保费，也不会去增加部分负担的百分比。所以明明就是医疗费用在上升啊，可是不够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医疗的准备金不够，所以怎么办？就开始限制门诊成长嘛。那我们市立联合医院，你知道，其实我看所有的医院都一样，我们不可能去挂一个招牌说不准入内，或者说我们限挂号、限号，你知道哈？所以怎么办？就是你门诊量减不下来嘛，减不下来怎么办？那可是健保就会要求说你的门诊人数不能上升，所以怎么办？就变成不报账嘛。所有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白做工不报账。结果你看看哦，那个报纸的标题，什么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做假账，我看了一看都心里想说，哇，这后面又是哪一个杨惠如又在带风向？拜托，我们是白做工不报账，结果标题变做假账，这差太多了吧？这实在是，不过是这样的哦，不过是这样。其实这个健保费的问题啊，健保的系统，因为我自己是医生，我非常清楚。我们目前这个健保的制度如果不改变的话，健保还是很快就破产的。那我现在是不是定调选前2周要请假打选战？是不是第一站要去高雄？那我要请假吗？有需要请。